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兩億元市場定於5月1日正式開業啦！藉此喜慶日子，特別推出購買偉業樓商品房一套送市場攤位一個啊！絕版超值，僅有10個咋，先到先得。市場地址：江南新城樂園街江城區13小學則，聯繫電話3180-101-888-9990，發展商陽江市委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。商住樓信息：地處白雲路與馬南路交匯處嘅細金樓商住房，定於8月份進攻。該樓鄰近北湖公園、星源市場、星源幼兒園、第7中學及商場、酒店、工作、生活、上學、購物極為方便，係居家嘅明智選擇。大樓內24小時保安，為住戶提供安全舒適嘅生活空間。發展商：陽江市瑞基房地產有限公司。諮詢電話3160-309-139-2200-1161。推荐我是一流治疗泌尿性疾病知名专家，开通专家热线：男性3433-380，女性888-0208。南丹市新地3人民医院男女泌尿专科，庆5日至30日会诊特邀北京广州权威专家，把握全新疗法，为尿道炎、前列腺炎、息肉、疱疹、妇科病不孕不育全程诊疗，采取包推环切50元清除腋臭。会诊期间，每天对前出诊配有全免费检测治疗，全套检验、药费、治疗费优惠15%到50%，赠送生物干预免疫疗程280元。地址：石湾北路119号1楼，电话3433-380-888-0208。健康黄金周惊喜15天，5月1号至15号，阳江老中医院皮肤泌尿专科推出3项优惠政策。地址：阳江市洛阳街1号，电话0662-352-7100。阳江电视点歌频道重新开播了，频道位置不变，仍然是自动调台的第1位，点播热线不变，自动点播168688888，预约点播168688899，内容就更丰富了，加了不少新料，一定有你中意的。阳江电视点歌频道，传递亲情的频道。每个第一次都标志着中国经济的新高度。2004年第1次全國經濟普查。堅果防毛素洗髮護髮系列。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。韓風熱刺，詩意情長，潮爆韓劇音樂戀曲，韓劇戀人 Korean Lovers， 主題曲包括《大長今》、《浪漫滿屋》、《巴黎戀人》、《天國的階梯》、《我的野蠻女友》、《假如愛有天意》，精選音樂36首，雙 CD 單碟價，ABSM環聲音樂。白絲嬌麗透傳用膜，點睇都更白更滑。法國白絲嬌麗，解決6大肌膚問題。傲雪健膚沐浴露，國家跳水隊指定專用沐浴露，俾塊面日日浸活泉。紐約素美人活泉淨白潔面乳，輕污糟，深層清潔，淨白剔透，輕鬆享受活泉魅力。淨白就係雪美人。New York Mary。有睇睇最新市況先嚇，而家咧係僅僅跌咗18點嘅啫。頭先講。